大家好，點樣避免匯款美金被扣錢啦？咁我啱啱試咗匯啲美金去呢個富途證券啦，咁就俾佢扣咗啲美金嘅。咁主要就係每一筆嘅款項咧，就會扣呢個1.3美元，即係大約10蚊港紙啦。咁我今日主要想同大家分享點樣呢個經驗啦，同埋點樣可以避開呢個扣款嘅。咁我試過首先要匯入美金去呢個富途啦，咁就要喺富途度去揀話匯入美金嘅，咁佢就會俾個銀行戶口你。咁個戶口咧其實就會出咗係呢個工商銀行亞洲呢個戶口嘅。咁我又唔知會扣錢啦，所以就喺南洋嗰度就匯啲美金入去呢個工商銀行亞洲入邊。咁啊，發覺最尾收到錢咧，匯美金比較唔係即時可以收到錢嘅，港紙就比較容易啲嘅，港紙可以即時可以入數嘅。咁如果係美金嘅話咧，你就要用呢個匯款，咁就要喺呢個南洋網上銀行咧就匯款入去呢個富途，跟住喺富途撳話又已經入咗錢啦，跟住等1-2個鐘頭先可以確認嘅。咁啊，發覺咧係俾佢扣咗呢個1.3美金嘅費用。咁我以為係呢個南洋商業銀行嘅問題啦，咁我就走去富用銀行啦，因為我之前試過用南洋商業銀行匯啲美金去呢個富用銀行係唔使扣手續費嘅，咁所以我咪試一試咯，咁轉過去呢個富用銀行啦，美金轉過去富用銀行都要等嘅，可能要等大約半個鐘到啦，15分鐘至半個鐘啦，個美金先會過去，就唔似港紙咁樣即時有嘅。跟住咧就會你就喺富途揀啦，有富途都有得揀呢個富用銀行嘅，但係個銀行都係呢個工商銀行嚟嘅。咁我我就唔知道會有呢個問題啦，所以就再試多次，就將啲美金匯入去呢個富途。咁啊，都發現都係扣咗1.3元美金啊。咁我覺得哎呀死啦，無啦啦俾佢扣錢，雖然唔係多錢，即係10蚊港紙唔係多錢，但係都係錢嚟噶嘛。咁我就諗啊，如果匯中銀會唔會好啲咧？咁我就喺富途度揀啦。如果係揀呢個中銀嘅銀行，你記得中銀銀行唔係你普通嗰啲港紙銀行喎，你要係嗰啲綜合戶口，有啲外幣戶口嗰啲喎。如果唔係匯唔到美金㗎嚇。咁我就喺富途度揀咗試下睇一睇，如果啲匯入中國銀行會唔會個銀行係呢個中國銀行啦？跟住睇到原來係中國銀行，咁我就試由南洋匯啲美金去呢個中國銀行，再由中國銀行匯入去呢個富途銀行。咁啊步驟全部都一樣嘅，都係咁樣入嘅啫。咁又要等嘅，又係等大約1-2個鐘啦。咁啊發覺原來中銀個富途即係富途有中銀銀行，所以中銀去中銀就唔使扣手續費。咁所以今次嘅經驗就俾我知道，原來要匯錢咧，就要先睇清楚究竟嗰間銀行係邊間銀行。我跟住就會試呢個 IB 啦，IB 個網上戶口啦。咁申請都3日啦，都未有消息，可能要3日後啦。咁之後我就會試下匯啲美金嘅。咁我會見到呢個 IB 咧會有呢個中國銀行嘅，咁我就醒水啦。今次就會用中國銀行匯錢過去呢個 IB 個銀行嘅。港紙使唔使擔心？咪港紙佢有個EDDA 嘅方法咧，係即刻可以過到數嘅。但係美金就比較麻煩，就要試咯。我未試完之後會同大家分享。有啲人話咧，其實可以喺呢個 IB 其實我主要申請嘅原因係要換美金，因為我發覺佢兌換美金嘅匯率咧係最好嘅，因為佢係完全都冇相差嘅，即係個匯率同呢個銀行嘅匯率係而家係7.83幾啦。咁而家大部分都係，如果你係用其他銀行咧，即係香港啲銀行咧，都係要3.85幾嘅，所以係抵啲嘅。如果你係要匯由港紙轉美金啦，或者係美金轉港紙啦，就會用呢個 IB 嘅。咁如果你想 IB 過錢過嚟香港咧，最好就係將美金轉做港紙，再過翻嚟就即刻到進入，避免收手續費。咁呢個我未試啊，到時試咗再同大家分享。咁如果中意呢一啲咁嘅 topic 嘅話，同埋未來點樣玩呢個股票嘅方法啦，點樣成為呢個萬富生活嘅話，你一定要呢個頻道，我未來同大家分享更加多。拜拜。